返嚟節目時間，提起土生葡人，或者唔少人都會諗起土生菜，呢種菜肴更加係成為咗澳門非物質文化遺產㗎。冇錯啦，呢一班土生葡人唔單止係飲食，佢哋嘅生活習慣都融合咗中西文化。新聞深度遊帶大家了解一下。澳門有唔少嘅土生葡人，佢哋係澳門土生土長，係中西文化交融嘅重要象徵。隨住多年嚟喺澳門生活，土生葡人嘅文化亦都因此出現唔少嘅中國元素，而佢哋嘅土生葡人美食烹飪嘅技藝，更係澳門獨特嘅飲食文化同埋珍貴嘅非物質文化遺產。咁大家會唔會好奇土生葡人喺成長當中，主要係學習邊一種語言呢？邊若室回憶起細個時候讀書同生活都係中文同埋葡文雙語齊用。由細到大其實我都係讀葡文嘅。即係反而調翻轉，其實係口講中文嘅啫，廣東話嘅啫。所以變咗咧，我由細到大係唔識睇中文，係啊，唔識睇中文，即係識講。因為媽媽係中國人，咁爸爸真係葡國人。變咗喺屋企咧，我就可能係同爸爸會講葡文，同媽媽講中文咁樣。除咗屋企嘅雙語環境，校園生活亦都深深影響咗佢對土生葡人嘅身份認同。邊若室記得，老師大多數嚟自葡萄牙、安哥拉等國家。其實咧，爆師嗰陣時咧係比較個個都好規規矩矩嘅，因為始終佢可能係天主教學校，佢都只有自己嘅一個規矩喺度。咁咧就譬如話有少少可能同其他學校唔同嘅話係咩咧？就譬如話我哋上課前嘅，我哋係需要好似係去念經啊各方面嘅嘢嘅。念完經之後咧就先列隊上課室上堂啊。咁日日就會係咁樣一模一樣嘅。大部分全部都係葡國老師嚟嘅。譬如有啲可能係安哥拉嗰啲都會有嘅，咁但係佢就可能唔係主修葡文嘅，可能係教英文啊其他語言咯。除咗語言，土生葡人嘅生活習慣同埋文化同樣體現喺餐台度。佢哋將東方同西方嘅烹飪技藝融合，創造出澳門獨有嘅土生葡菜，更加成為咗澳門非物質文化遺產。畢家維亦都係一位土生葡人，家族喺澳門已經延續咗4代。佢從小就喺融合中西文化嘅家庭長大，佢希望令更多嘅人了解土生葡菜。譬如好似我自己其實係接觸中國文化為主啦，西方文化都有嘅，但係其實因為我屋企都比較中式傳統少少嘅，咁所以結合翻我哋西式少少嘅文化啦，我好希望我可以帶到俾好多其他人知道，其實葡式甜品啊，或者係葡國嘅一啲食物啦，係澳門先有嘅。因為葡菜啊嘛，有時候你葡國都未必有，土生葡菜係澳門先有嘅。因為佢已經融入咗本地澳門人啦，即係譬如好似特色嘅咖喱嘅，所以點解葡國雞會喺度咧？就係因為咖喱加翻葡國嘅元素，然而去從而一個葡式嘅咖喱咁樣。即係我好想有呢啲。即係自古以嚟一啲好 fusion 嘅嘢，真係土生葡人嘅嘢，可以帶到俾新一代嘅人。講到最家常嘅土生葡菜，畢家維分享咗一道家族餐台上嘅常客大閘燴。中意屋企煮一餐係可以食3日咁樣嘅，係啊，即係好似我試過，我哋屋企會煮 dashu 啦，咁其實都係大家會煮嘅一樣嘢啦，就係啲好隔夜嘅一個雜菜煲啊，跟住之後係會食1個禮拜咁樣嘅。係啊，即係我哋屋企就係但凡擺入雪櫃嘅嘢就可以延續到好耐咯。而令佢最懷念嘅係一道需要製作6個鐘嘅土生葡人甜品蛋絲蛋糕。呢個蛋糕起源於葡萄牙修道院，修女們用蛋黃拉絲象徵基督嘅荊棘。傳入澳門之後，土生葡人家庭加入中式糖水做法，成為獨一無二嘅融合甜品。現時識得呢一門手藝嘅人已經係非常之少。我好懷念，而家出邊食唔到嘅係一個叫蛋絲蛋糕。其實佢就係用蛋黃，跟住之後佢會拉成絲，係做成一個蛋絲蛋糕。你出邊食唔到。每次屋企有啲乜嘢 celebration， 有啲咩 festive， 我哋都會去整一個蛋糕，因為佢好繁瑣，即係唔係好多人有心機去做。除咗蛋絲蛋糕，土生葡人嘅家庭節日同樣充滿驚喜。咁佢哋除咗慶祝西方嘅聖誕節同復活節等，亦都會慶祝中國嘅農曆新年。一家人去飲茶派利是。
喺畢嘉慧眼中，呢一種中西節日交融嘅慶祝方式，就係土生葡人獨有嘅生活哲學。我哋而家有，譬如好似我哋每逢 festive 啦，即係可能啲聖誕節啊，或者點樣，我哋都會係有一個好大嘅 gathering。即係呢樣嘢反而係我覺得未必而家新一代嘅家庭會有嘅，更加多可能以前我哋會好中意成幾個家族嘅人一齊喺一間屋入邊，跟住之後可能會有抽獎啊，跟住之後係會真係小型一個晚宴咁樣，大家會着得好靚，跟住之後我哋聖誕節係會派利是嘅。即係會有一聖誕派利是，係啊，跟住之後會每屋企都會拎一啲甜品啦，跟住之後就會擺喺張台，大家一齊 share， 跟住之後有 bingo 啦，我哋屋企會玩，年年都會有嘅，就係一個 tradition 咁樣咯，會係。除咗具有中西交融嘅特色節日文化，喺佢哋細個時候嘅生活，亦都呈現出唔同文化之間嘅交融。例如喺亞博井一帶。呢度曾經係唔少土生葡人家庭聚居嘅地方，亦都係中葡鄰里相處融合嘅一個縮影。斯特奧從小就喺阿婆井一帶長大，咁佢話喺佢嘅記憶當中，冇人會刻意區分葡人定係華人，大家一齊玩一齊長大就係最自然嘅事。咁我哋話我哋放咗學，啲同學我哋換晒衫，就上嚟喺上面又可以踢波，咁啊下邊喺度食嘢，亂咁玩咯，因為以前冇咁多車啊，你冇咁多車，咪變咗我點樣走點樣食都 OK 咯。街坊係全部好多同學都住晒，由呢度落到去萬里長城馬角，係好多都係同學爸爸啲朋友啊、同事啊，都住晒喺度玩㗎啦，冇分本地與唔本，全部都係街坊朋友。行政長官岑敖暉上任後首次外訪，第一站就選擇喺葡萄牙，就係希望充分體現澳門對延續中葡友好情誼嘅重視，同澳門喺中國與葡語系國家中嘅橋梁同埋紐帶作用。而早前佢同土生葡人社群代表聚會嘅時候，亦都提到期望土生葡人社群充分發揮語言、文化、美食、專業以及聯通世界嘅獨特優勢，促進中葡關係。澳門土生葡人青年協會理事長梁安道話，土生葡人具備多語言能力，同埋熟悉葡萄牙等葡語系國家嘅社會文化同埋商業網絡，能夠擔當好中國與葡語系國家之間獨特嘅橋梁作用，仲能夠協助澳門企業走進葡語國家，亦都能夠引導葡萄牙同巴西嘅企業家嚟到澳門、橫琴甚至大灣區投資，實現雙向經貿往來。始終知道，即係如果佢去葡萄牙，即係佢已經知道已經有一個好好嘅聯繫點。不來葡萄牙同埋中國都有一個好好嘅交流。咁你話用土生葡人，點解佢已經第一佢熟悉葡文？第二，佢已經熟好多團體同埋優勢喺葡萄牙、巴西，特別呢兩個國家呢，我相信我哋係可以俾到多啲協助，特別喺文化界同埋即係推點樣帶領啲即係唔係淨係文化生意嗰度，佢哋都要帶領多啲人嚟過嚟呢度做生意。即係你做生意唔係淨係得對澳門都係入大灣區橫琴，所以如果你帶到呢啲人過嚟呢，唔係淨係單獨我哋去推廣去葡萄牙，佢哋都要帶啲人過嚟做生意喺澳門同埋橫琴同埋大灣區呢方面咯。佢又認為每個土生葡人家族同埋家庭都有責任將自己嘅語言、習俗同埋價值觀傳授俾子女，呢個係保存文化嘅根本。亦都期望透過家庭同學校雙軌並行，加強對年輕一代嘅文化認同教育，並且將土生葡人文化融入澳門整體歷史脈絡當中，令到更多人理解同埋珍惜呢一份獨特嘅文化。一定要喺家族開始嘅，即係每個家族佢都要傳承俾佢自己仔仔女女。咁呢方面咁協會梗係我哋可以入校，而家已經做緊呢個工作，入校嚟推廣我哋嘅文化，或者大學學校會請我哋去嗰度嚟推廣。第三，我都自己有個緊急嘅意見，就係唔係淨係土生葡人嗰個文化，係全澳嗰個文化都多土生即係唔係土生土長嘅文化，即係澳門嗰個歷史文化咧。我覺得越嚟越需要咧，都要一日都要喺學校嗰度開始。如果我哋用文物嗰個方向嚟教個歷史咧，我覺得已經係好好嘅開始。儘管面對種種嘅變化，佢哋話會積極思考點樣利用自身嘅語言同埋文化優勢，成為中國同葡語系國家之間嘅橋梁。其實我覺得就係一個融合嘅一個澳門啦。咁所以其實
我都好希望可以繼續延續呢一個土生葡人嘅文化，去到我自己屋企啦，最起碼我可以係我由我自己屋企做起，大家更加去推廣翻，其實我哋仲有啲咁嘅文化剩低嘅。我會用我哋自身嘅優勢啦，土生葡人嘅優勢，希望未來可以團結更多土生葡人，融入我哋國家發展大局啦，團結一致。喺未來嘅文化啦、語言啦及體育上面嘅優勢，希望可以出一份力。佢仲話會繼續努力喺土生葡人群體當中，以及對葡語系國家等嘅地方講好中國故事，講好澳門故事。希望土生葡人嘅文化可以令到更多人了解。土生葡人文化屬於澳門獨有，希望呢一種文化能夠世代傳承。今集時間